每堂作文班咧，我哋都會叫學生即堂完成一篇作文嘅。呢啲作文嘅題目又係點樣嚟嘅咧？譬如呢一題叫做一件令我自我反思嘅事啊。呢啲題目咧，某部分係學校歷屆嘅考試題目嚟㗎，包括呢一題有啲咧就係學校會教嘅題目嘅文章題材，譬如議論文、說明文我哋咧都會搜集翻嚟，常出常教，甚至以前考試考過嘅題目咧，我哋都會攞嚟做作文教材，教同學去寫㗎好啦，去睇下文章嘅內容咯，課堂內容先會講解咗題目。講解咗簡單嘅文章結構，有啲乜嘢選材可以參考有啲乜嘢言語可以學習大約睇完個題目之後咧，黃老師就會同同學睇範文㗎啦。範文我哋每一堂都會有嘅，就係會學下入面嘅成語、佳詞佳句、段落結構嘅分佈。最後就係教埋最重點嘅嘢，文章結構啦。上到4年級開始咧，黃老師要求同學最少寫咩文都係噶啦，要有5段或者以上。寫到5段或者以上咧，先至係叫做一篇內容豐富嘅文章嚟噶。所以咧，我哋就要學習每一段我哋要寫啲乜嘢咧？嗰段應該係略寫定係長寫？有啲乜嘢句式、修辭手法、佳詞佳句可以喺入面用大約就係喺呢一版會教噶啦。教完之後就會有同學嘅作文時間，基本上咧喺1小時15分鐘嘅課堂入面咧，同學就係可以自己完成一篇作文嘅完成作文之後，當然老師都會即場批改埋啦。大約一堂嘅作文面授班嘅內容咧就係咁樣樣。